林保署今年伫咧风台过后，会甲一寡较珍贵水疗茶和台东的公东高工呢木工科的学生进行产学合作。那有结合到原住民的艺术，变做是家具以外，也要全国四界去展览。最后一站登来到台东，会伫咧台东的航空站展览一年，要互游客甲民众适应，而且佫会当家落订单，替这个木工的学生找到就业机会。台东航空站候机室的大厅，即嘛变做是家具的展示场，而且提供旅客当试坐试用。这家具充满原住民部落的风格，有卑南族的织布结合长条形的椅仔，嘛有本土的织布甲椅仔合做伙，嘛有阿美斯菲亚的艺术结合木材的屏风。就是它的木比想象中的还要好做。木头呈现在就是跟织布配合在一起，让大家看得到我们的东西。好，我们可以用很多的颜色、很多的造型来去呈现，它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东西？林保署台东分署每一年洪灾了后，甲保管的国产贵重木材提供予台东县公东高工木工科的学生，过制作过变做是长形的吧台、桌啊椅啊等等的家具。经过年外全国的巡回展览，即马登去甲台东航空站合作，会继续展示一年，透过每一年40-50万坐飞轮机的人次。促销学生利用国产木材刻制化的家具，唔但让学生未来有好的头路，嘛提升国产木材家具的知名度。同时，我们也会提供一个连结的管道，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公共高工能够提供有需要的民众一些客制化的服务。一个月给4万，他们不会用学历给薪水。然后，如果他可以跟别人可以产生一些互助合作，可以带一个工班，他们愿意给7万。公东高工表示，目前学校有100多个木工科的学生，这个巡回展览了后，接到客制化的订单，有6成都指定要使用国产的木材，唔但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嘛对未来就业更加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